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又搁到咱小解语序的时间啊，请大家做伙来听看卖。今日咱要来讲的主题是鬼。凡是听众朋友会想讲，敢是7月份又搁到啊？所以，阮嘛咧对时行，要来含大家讲鬼、讲梦算、讲魔神啊，其实拢毋是。毋知各位敢捌注意过咱台语内底尾字的是鬼的形容词，实在有够济。咱今仔日要讲一寡较深色的，来小解互大家。咱台语请的伫一个名词后壁，佮加讲一字鬼，来形容某物人对一件代志真兴，迄程度佮大大超过一般的人，像讲搅鬼、酒鬼、钱鬼、西食鬼即款的。像即个话，一般是伫骂人的，就毋通当人的面讲会较好。妖鬼假细字，讲到的妖鬼，嘛是共即类的词。明明就足西食，佮伫遐咧讲，免啦。其实大家心内拢知咧，好无？佮假就无成啊。刷落，佮有一部分的鬼是咧形容一个人的行为，共款嘛是咧讲骂话，像讲啦，拢毋洗身躯，卫生习惯真歹的。凡是咱就会讲伊是歹哥鬼、垃圾鬼、阿查鬼安尼。做人兼搁涉真当生的，咱就讲伊是去食鬼。爱四界佚佗、风流的人，就叫伊风骚鬼。看到查某人就要共亏，要找空找芳共揩油的，咱嘛叫伊不输鬼。行路拢无声，害你越头凶去互踹一条的。就会互骂讲是某壁鬼，有的人做人真卑鄙，来到咱遮就讲咱介意听的话，去到因遐就讲因遐听到会欢喜的话，对两边拢袂中，干那要顾看家己有好康的通挑无，即个人咱就讲伊是双面刀鬼。若知影有人是即款的，咱千万毋通甲信斗。若讲做代志欠考虑，率性佮冲动。咱就讲伊是青光鬼，人若安尼歹清清、恶恰恰，咱会讲伊歹鬼鬼。咱嘛会当用甲鬼有关系的一寡词来做句，像讲，你免伫遐咧假鬼假怪、干干鬼鬼。最近公司的机密去互对手的公司摕着，你免怪我咧疑神疑鬼。我想，一定是你咧内神通外鬼。最后。咱来讲一寡毋是咧讲人的行为的鬼。你若是叫热迄当阵，走去海边仔耍规下晡，到厝就会去互念讲，叫你日头较软了的才去耍，拢讲毋听。你看，拍甲安尼乌鬼鬼，皮肤会受伤呢。哪有法度？囡仔人有水通耍，哪挡会牢？阁有迄款专门在唱水的兵仔。海灵迄款的，台湾话就号做水鬼仔。唱水味专门咧穿的衫，就号做水鬼仔衫。活鬼毋是鬼搁活咧哦，活鬼是一种自动机关，亲像有的翁仔发条甲准准的，会家己叮当，迄就是用活鬼的。搁有一种音乐客啊，全发条就会演奏一条歌迄款，嘛会当讲是用活鬼的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这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搁来哦。